我可以以阵容的名义去捐款，去盖学校，这些都可以。人去不去很重要吗？ Just for you and I. If only we be strong in the sea, anything at all.就不能是我？车票是你给我买的，忘了？我以为你不会来了。我倒是想，没办法，谁让我吃人嘴短的？走吧。 老师啊，你们这儿的天气一直都是这样吗？刚才都快下雨了，你看这会儿晴空万里。是啊，小苏姐，我们这儿的天气啊，就是这么阴晴不定。这儿还能看见海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。是啊，人们啊常说我们这儿就是好山好水好寂寞。喽。 哦，哈哈！同学们，大家过来喽！我们来客人喽！快来，大家快来！不，大家问，来，孩子们，大家好，同学们，孩子们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城里来的小苏老师。 这位是那个邵医生，邵叔叔。大家好。杜老师和邵叔叔来看大家开不开心呀？开心。那我们带老师参观一下我们的学校，好不好？好。走。哎，到回教室了，菲儿走了，回教室了。来，走了。